交给我，我保证他活。快来抢救，快点来！3、2、1。正侧方的，缝准一点，对。所以这个孩子晚期的心力衰竭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心脏移植。这孩子8岁，心脏比成人还大，我全断了。还有怪我，妈妈，我怪你。这一类病是极为罕见的三叶草的综合征。小朋友，你看过敏还是干嘛？痒。扭转了360度以上。我真不想受罪了。现在就是挖地雷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。每一步都是面临着下一步可能会出血。你知道吗？这给你自己的一份努力。儿子，这样看是谁？能保住他性命，我就很满足。只要能保住他命，咱们都行。